及他的女儿刘静宽一起为我们致辞，谢谢。欢迎。咱市党部呢，这两届咱的主委在座咱的民意代表，以及咱各区呢，咱的主委以及各区咱的好朋友，咱的资深的党员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其实哦，来这头家尾，咱新春团拜嘛吼，但是咱咧讲的就是讲为你唔知影的代志，国家一当来，咱活得非常不准，吼。咱赢尔，结果呢，拢甲咱好做，讲一寡五四三，这我感觉讲唔当输赢啦吼。结果呢，咱赢尔，结果伫我面顶前话啦吼，拢咧讲咱咧歹话啦，讲啥物建设的物件、财政化文化的物件、三有神的物件，我咱甲讲登起来，其实国民党的咱心内拢非常的不准，这唔当输赢，实讲活歹叫吼。像咱公共教体育人员咧，甲咧站即个行个，佮主电甲咱站，即较早拢为咱台湾咧百姓咧会当讲生命财产安全咧保障个这人咧，结果咧用的就甲放落去，这咱非常不准。咱应该政府咧，过去像咱美术小城合约少咧，毋是安尼就安尼吗？一拍两拍安尼算嘛，结果甲咱抬，老人都袂趁钱啊，你搁趁钱咧？甲抬这个机会啦，互你感觉讲啊，含出国都无啥敢出国，一个月两三万，一单咧20-30万，这人对每一个人咧体育人员咧非常着伤就对啦吼。但是呢，咱讲要恢复啦，就看咱另外伊安怎处理。到一点，另外伊是经济拢会咧拼咧，伊无用来走基层，这应该两当选一届落啦，该卖罢免。阮以为拢安尼两当选一届，嘛会当安尼做啦。选书竟然呢，安尼好做，讲一寡五四三啊，含啥？含即届输4班尔啦。轻描讲来讲怎？讲哦，这哦就是即届有时吼无一人抬啦，无一人咧，大家互伊清除即个物件啦，讲咧消化开大堆就对啦。但国里片咧有算经济上也袂当处理，所以呢，这呢，咱实在听不准啦。咱国民党啦。转起来，这当来呢非常不准啊！咱也不能改，总统讲我别人做啊，咱不做无对，咱袂当选，人40%做啊，结果呢，咱60%咱败咧，但是嘛是像安尼咧，我认为啦吼，这个社会啦咧变啊啦吼，这人讲80岁人，另外伊咧讲80岁人咧，后摆咧，台湾咧讲一句话啦，生囝不卡成啦，你也试看觅啊，讲无事情话会当安尼做吗？咱拢有良心的人呢，咱拜佛的人呢，拢款善做好的代志，迄是咱甲你教育的物件是安尼呢。你今日好做，讲一大堆五四三，但拄啊，诚注意讲的，讲平常话讲到老百姓，你看咩？你看演员演到偌好就对啦。这哪有咱感觉讲人活在世间像这个物件呢，咱感觉足不准。所以呢，未来呢，选举啦，包括市议员、市长啊、小城，里长啊、小城，咱选一个呢。会当含咱做伙，会当为了咱台湾这个土地呢来打拼呢，而这个民意代表，这个较重要。所以今日呢，新春的团拜，咱现在讲一寡政治问题，互咱了解，互咱清楚讲，这政府是安怎做的，民进党是安怎做的，恶势的民进党是安怎做的。咱袂当特别当争尔啦，争着反因就袂当安尼啦，伊即摆体育那是现今的国际上咧就当安尼啦吼。所以呢，讲一寡出位的，互咱大家知影，这个社会。袂当充满这无理的一个情形下咧，咱应该宣导一个，大家百姓。我若第一咧在讲这个话啦，我拢还没小细，我拢还没小细，因为我较了解，为民进党诶，拢为着这个电影要来做比赛咧，我是讲这个物件咧，咱应该了解者，互咱的社会咧，会当变较善良的社会，所以这个所在咧。咱嘛为着新春团拜呢，我嘛祝大家呢新春愉快啦恭喜发财，感谢各位。我2026我唔选啦我短短我请阮祖囝呢讲者，伊本来美国南加州大学教育系硕士毕业的啦好，来讲这话。谢谢我的爸爸游泳池议员。
各位我们在座的党籍民代我们的议员，以及我们的国民党的各位前辈、各位先进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明年2026是非常。